一起来成就神的使命，就是把神的话语跟万民可以传出去。能在神当中一起服侍、一起工作、一起传福音，很高興。แม้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ต่างภาษาต่างเชื้อชาติ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ก็เป็นครอบครัว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ในพระคริสต์นะคะ一個責任就係要去推動呢樣嘢咯。福音嘅需要好大，生活好艱苦。喺洪水泛濫之時，佢都係坐著為王嘅。神咧教導我哋要盡心盡意盡力去愛佢愛嘅人，願意你自己去喺當中裏邊去彰顯你自己嘅榮耀，願人都睇到你呢份人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第2日啦，咁啊，琴日咧雖然搭飛機係有少少 delay， 喺曼谷嗰度有少少緊張嘅，大家都我覺得感恩順利到達呢度啦。咁啊，琴晚就瞓得好好嘅，今朝早咧就好似香港嘅，我覺得係好似香港嘅黑色暴雨警告再勁啲嘅，但係咁樣而家都好天啦。Teach my soul to sing your song, even when my eyes can't see. When I can't seem to carry on. I'm in this guiding me. 備緊啲物資係準備送上山區，因為12月就會天氣開始凍啦，所以我哋會買啲物資上山送俾啲村民咁樣。我哋而家啱啱去收購完啲物資啦，有被啦，有啲童裝嘅底褲啦，係啊，咁啊準備去山區送俾啲小朋友嘅，係啦，咁啊跟住而家我哋好似係去邊啊，我都唔知啊，總之跟住大隊啦。我哋而家準備咧 pack 禮物，聽日咧帶上山送俾小朋友嘅。一包啲菜啦，係啦，跟住一包薯條，咁就得啦，好咩？Hello， 我哋今日咧嚟到第3日嘅行程啦。咁咧，我哋今日咧會上山嘅。咁首先我哋就會去歌山啦，去探溫牧師。咁咧就之前我哋去過一個地方嚟嘅。咁咧就會去探佢啦。咁然後我哋就會上去美斯羅，又係一個山區嘅教會。咁就係好多年前去過㗎啦。咁但係今次再次去探翻佢哋啦，所以都好期待。咁我哋會聽日有聚會嘅，同啲青少年一齊啦。咁就會同佢哋玩遊戲啊、講故事啊、做手工咁樣嘅。咁就好開心啦，可以再見翻佢哋，亦都好想睇下佢哋呢20年零裏邊有啲乜嘢改變啦。咁都好期待嘅。咁咧，大家喺山上面見，拜。
你好啊，牧師。轉開喺呢個月份佢生日，主啊你額外嘅嚟到係加嚟俾牧師。沒辦法啦。對毒品嘅禍害，即係嗰啲嘅誘惑，令到佢哋都即係踩咗落深淵裏。求主啊，你真係你嘅福音嘅大能，嚟到去拯救一啲緬甸嘅人。之前發生過嘅事，我哋都即係記喺心裏邊。主，我哋都願意為師母嘅服侍嚟到禱告。求你咧，即係大大祝福師母。宣教士即係講關於緬甸嘅一啲毒品啊，或者吸毒嗰個情況啊，同埋敗壞嘅情況啦。咁心情其實都有啲複雜嘅，同埋有啲覺得為呢個國家係覺得唔係咁開心咁樣。咁但係我諗起一句金句啦，就係即係耶和華喺洪水泛濫之前，佢都係坐著為王嘅，所以期望即係神佢嘅能力可以喺呢個國家啦，緬甸呢個國家去彰顯。早晨啊，今日咧係第4日啊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去白卡教會啦，就會有啲青少年嘅活動啦，例如係一啲遊戲啊、敬拜啊、獻詩啊同埋手工咁樣嘅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去個弟兄嘅咖啡園啦，咁我哋就會去嗰度參觀啦，同埋認識下呢位弟兄啦。咁夜晚咧，我哋就會翻去城市嗰度噶啦。我有喜乐，在我心，我有喜乐，在我心，我有喜乐，在我心，主的喜樂無人能奪去。其實今次短宣營對我嚟講都有一個挑戰嘅，就其實小朋友咧，我不嬲都唔係好擅長，雖然我有小朋友。咁但係要話滿有慈愛啊嘛，咁我都應該有慈愛嘅心去愛小朋友啦。願神咧加能賜力俾我，讓我接觸小朋友嘅時候咧都滿有耶和華嘅慈愛。在我心，我有喜樂，在我心，主的喜樂無人能奪去。我有平安，在我心，我有平安。在我心，我有平安，在我心，主的平安無人能奪去。其實你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ด้วยพี่น้องฮ่องกง這個教會開始的時候是從香港的短宣隊。ก็ขอบคุณพระเจ้านะ也是感謝神 พี่น้องฮ่องกงที่มีส่วนดูแลลูกของผู้รับใช้是感謝從香港來的弟兄姐妹มาทำให้ลูกๆไปต่อได้讓孩子可以繼續的讀書ผู้รับใช้ก็รับใช้พระเจ้าต่อไปได้傳道人也可以繼續的服侍神ครับก็การรับใช้ของผมก็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ี้我自己的服侍就大概這樣了來了！還有衫嗎？哇！還有衫！哇！有簽啊！我放嗰個啊，即係唔同品種嘅榴蓮啦，係咪？別家別家，但是差唔多。organic 是有买的，你看这个它的是不好是吗？organic 是比较难，是哪几种？用这个，这样插进去哦。
做 model 啊，唔該。認識咗好多啦，關於而家山區裏面嘅近況啦，啲傳道人嗰啲情況啦，亦都可以知道有啲學生佢哋嘅需要啦。其實都睇到呢度特別呢幾日睇到山區嘅需要啊，同埋弟兄即係其實好見到上帝真係好愛呢個地方啊！即係好似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要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咯。其實神嘅愛真係愛人愛到底，甚至乎將佢嘅兒子去賜過俾佢哋咯。神嘅愛亦唔單單咧去愛香港嘅弟兄姊妹咯，而係咧都愛呢度清萊嘅，甚至乎山區嘅，甚至乎係緬甸嘅弟兄姊妹咯。今日係第5日，我哋咧準備去永泰教會去崇拜。今日除咗去崇拜之外咧，我哋都會獻詩啦。亦都之後今日晏晝我哋會去約書亞之家去認識班年青人。今日咧已經嚟到短宣嘅第6日，今日亦都係中秋節。我哋朝頭早咧，我哋會去金三角嗰邊啦。咁我哋會有啲嘅遊覽啦，認識下呢個地方。咁跟住咧，我哋晏晝就約咗班大學生去咗另一個 centre 約書亞之家。咁我哋就會喺嗰度同佢哋一齊整月餅啦，做燈籠啦，仲有我哋夜晚我哋會有泰式嘅 barbecue 咧，同大家一齊去慶祝中秋節嘅。期待期待期待！จนต่ำสุดเสียงเพลงไม่มีจุดจบก้องกังวานทั่วสวรรค์แผ่นดินก้มกราบลงสันสถานนมัสการจอมราชาผู้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จักรวาลเพราะ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กว่าผู้ควบคุมวันเวลาพระเยโฮวาของเราชูมือขึ้นโห่ร้องเป็นเพลงนมัสการ我哋旅程嘅第6日，都係尾二個一日。我哋今日嚟到金三角啦，咁呢度咧就係緬甸，呢度咧就係老撾。我哋最關心嘅 KK 園喺邊啊 ？KK 園咧其實大概喺呢度，呢度同金三角 KK 園相距咧大約400公里，所以其實好安全嘅。大家唔好再問我哋 KK 園好危險，其實我哋要行好耐先可以去到 KK 園㗎啦。歡迎大家嚟泰北短宣，有需要嘅嚟就去揾我哋希盟事工啦。多謝大家。我們先來禱告，親愛的主，我們感謝讚美你，今天讓我們能夠相聚在一起，我們可以有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認識，處理潔淨出生的食物，讓我每一個去過以後有健康的身體，也帶領同學們他們在這個return 的時候，也讓他們好好的用時間，也讓這個時間能夠榮耀你。我們感謝讚美你，聽我們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。阿門。好。Okay.
天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它不改變。感恩啊！又接待完一天嘅弟兄姊妹，可以帶到弟兄姊妹去唔同嘅山區服侍啦，睇到上帝國度嘅廣闊，又能夠令到弟兄姊妹一齊嚟到去經歷上帝嘅帶領同埋同在，都真係好開心，睇到神好多嘅祝福，好開心啦！因為咧睇到上帝好多嘅恩典喺呢個旅程裏邊啦，睇到弟兄姊妹咧都好愛呢個地方。同埋最開心係可以一齊咧去分享，一齊服侍啊！咁啊，盼望就有機會咧可以一齊嚟服侍。咁喺呢個旅程裏邊咧，我就諗起有一段經文，就係當摩西要離開嘅時候，上帝揀選咗約書亞，繼續去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。盼望咧，弟兄姊妹，你無論去到邊度，上帝都與你同在。哎